協助。如果任何警務人員有理由相信或懷疑任何人阻撓或干預執達主任履行職務以執行該命令，則有權拘捕同埋移走該等人士。只要將會被捕的人士，已獲法庭通知該命令及該禁制令的要點，並知悉其行為有可能違反該禁制令及或該命令和妨礙司法，以及如不停止有關行為，將會被拘捕。在不抵觸香港法例第232條警隊條例，包括但不限於該條例第51條及第52條，任何被警方拘捕人士，均須盡早依據合法或法律程序交付法院，以尋求進一步指示。請而家喺呢個道路，即係禁制令範圍以內嘅人士，立即離開，同埋跟你嘅財物亦都一齊離開，物件離開，否則嗰啲物件將會被視為被遺棄物件同埋垃圾。多謝各位。剛才其實問過陳律師幾個問題嘅，第一就係到底今日係希望青亞街路街上面邊幾個嘅路障，因為我哋而家咧，譬如你升前片，我哋就企過嚟呢一度，然之後原來呢一度都係個範圍之內。咁你俾咗呢個地圖我啦，但係其實我冇法喺上面睇清楚，包括邊幾個路障。呢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係咧，到底執法主任係咪會喺每一件物件上面都清楚咁樣標籤，然之後稍後如果有物主希望認領嘅話，佢哋可以認領翻嘅。係啦，咁或者呢兩個問題先好嘛？唔該。第一樣嘢，我哋嘅禁制令係已經好清楚，法庭有蓋紅章嘅，就係介乎亞皆老街西行、由通菜街至砵蘭街交界。第二，我而家好清晰話俾大家聽，呢度亦都係我哋將會執行嘅地點，亦都係禁制令範圍以內，即係話我哋陣間會去每一點。我哋嗰個帳篷或者陣間有個帳篷，我哋會先去敲敲睇下有冇人。另外，頭先可能你冇聽到或者係冇留意啦，我哋其實已經係話咗俾各位聽，呢個禁制令係必須執行，我哋亦都在執行中。請立即離開，同埋係需要將所有屬於你嘅物件攞走。如果唔係，我哋會視為被遺棄東西同埋垃圾，係咁多。我哋要去執行，我哋係要而家即刻去執行呢個禁制令。請執達你幫手。請問我哋應該行去邊一個位，唔會阻止到執達主任？你而家阻止緊我個位，請你。但係我哋要去邊一個位先至可以唔阻礙到係咁嘅？麻煩你講清楚，依家亞皆老街直至到去邊一個位置，你哋會係喺今日會執行嘅命令。我哋而家係會係亞皆老街西行，而家行前你俾我行過去，我哋係會係去由成個禁制令係由通菜街至砵蘭街，呢個係一個法庭嘅命令，亦都係法庭許可嘅範圍。我會講到而家我哋話俾你聽，呢個範圍係禁制令嘅範圍。你明白未？第二個問題，你頭先問執達主任會唔會？我哋而家係需要去執行執達令，我而家咧係需要去一啲嘅形象防盜，因為我而家見得到咧，我嘅前路係行唔到。請講下主任答有我第二個問題。我哋有執達主任，今日我哋係協助原告人同埋佢嘅合法代理人咧，就清除嘅障礙物。剛才你嘅問題係咪執達主任係負責嗰個物件有一個清單？但我哋今日係協助原告人係負責一個禁制令，將協助佢哋係負責安排清單嘅問題係原告人佢哋嘅責任，所以今日我哋係唔會做一個清單，呢個係原告人嘅責任。請各位停止再違反禁制令，我哋唔會去答問題㗎啦，因為我而家係要去執行呢個禁制令，同埋去帳篷嗰邊移除。請執達令幫手。我麻煩啦，咁多位呢一個傳媒嘅朋友，我哋會係向前行。
人想去花山咧，俾條路我，請俾條路我。